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1月初4，诗篇33篇18节安尼讲：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大家来祈祷，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的言语正直，凡你所做一定是诚实，主啊！你欢喜义理甲公平，你的慈爱满满伫地上，强强对你的话创造，日、月、星辰对你的嘴分的开造成。你组织海水，亲像归堆，收藏深渊伫库房。凡你所做的，一真奇妙。主啊，你的计划永远伫定。你的心所想的，到万世代。今仔认你做生命的救主的，迄人是有福气的，因要承接你的应许，成做因的产业。主啊，愿你的目睭看顾敬畏你的人，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愿主时刻甲你三角地带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